第二波大罢免8月23日投票，来看中部地区这边，立法院长韩国瑜和新北市长侯友宜，搁有台中市长罗秀燕徛讲台，甲江启臣做势。啊，罢免团体嘛上街头游行，把握上尾一个拜六礼拜要催票。立法院长韩国瑜、新北市长侯友宜甲台中市长罗秀燕斗阵来到台中丰原，搁再出现3个人斗阵讲台画面，替副院长江启臣来有声势。韩国瑜除了学到江启臣在立法院的协调能力，伊也严厉批评这个罢免。这是台湾民主开倒车，这是民进党背叛了台湾的民主，这是民进党要毁灭掉台湾民主。亲爱的乡亲，绝对不可以。台湾的民主绝对不走回头路。另外，同一时间，罢免团体也伫台中中立选区发起游行。16日起，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吴思瑶也会同党公职甲台中市第8选区的罢免团体志工，甲丰原蔡市啊4个来宣传同意这罢免。票还没有投，不知道谁赢谁输。国民党现在撒了铺天盖地的资源在抢救罢免。但是我们会彰显台湾人的精神。中立选区的立委颜宽恒上款伫乌日加强甲选民活动，希望切实反罢免支持。也来较早前的时阵，台中市长罗秀燕也来到南投，替进行身体传输无爽快，单以休养的南投第2选区的立委友好来加油。上来坐上宣传车4个拜票，希望切实反罢免的力量。那有好的健康，才能为社会做事哈，才能为国家服务。所以身体健康最重要哈，加油加油！我们大家一起帮他忙，每个人帮他出一份力哈。来这边撕裂南投，这是毫无意义。那其实你应该是把南投人的心声、亏欠南投的许多种种的部分啊，那应该是带回去给赖清德。原来民进党的党公职也伫3时会同罢免团体到南投第2选区市场，一个向民众拜托，希望取出支持度。公民站出来表达的就是对所有这个国会改革的期待。23就要进行第2波罢免的投票，选前最后黄金拜六，支持罢免甲反罢免拢8时间，各自冲刺对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